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Freeman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嘅一樣嘢就係，你擁有無限的財產，想唔想知？你擁有用之不盡的錢，想唔想知道？好，咁大家如果想知道，聽到最尾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reeman。多謝大家。咁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嘅 topic 就係用錢買唔到嘅財產，同埋你會擁有無限嘅財產。咩意思咧？其實兩者係有啲咩特別唔同咧？我哋所形容嘅係乜嘢咧？錢啦，不動產，例如樓啊，甚至乎啲鋪啊等等，呢個就係我哋嘅財產啦。咁現金價值就係話，當呢一件嘅物品喺市場裏邊價值係幾多，就等於本身個人嘅資產，係咪？咁其實咧有好多種嘅資產，係有形嘅資產同無形嘅資產。其實大家可能側重咗有形嘅資產上邊，但其實無形資產比起有形資產更加有價值。例如係啲咩咧？嗱，我哋講到錢先啦嚇，我哋就會諗，我想要錢，我想要好多錢，我想要源源不絕嘅錢。但係其實成件事喺我哋呢句説話裏邊有冇能量嘅咧？其實係冇㗎。點解啊？因為咩叫做我要錢？咩叫做我想要好多錢？其實當你想要好多錢，即係等於你係未有。其實當我哋就算而家冇錢，甚至乎喺資產值裏邊好少，我哋首先都需要有一個叫做富足嘅感覺。例如乜嘢呢？錢唔多嘅時候，但係你食得飽唔飽？我好滿足，我食得好飽。當我哋唔夠錢嘅時候，你將呢一樣嘢不斷咁放大嘅情況之下，你只會更加匱乏，幫助唔到自己。咁所以當我哋喺思想上，哪怕我哋而家呢一刻冇嘅時候，我哋思想上都要有富足，都要有個富足嘅感覺，先至可以吸引到更加富足嘅方向，更加富足嘅方法去令到我哋擁有。好啦，但係我好明白嘅，呢一件事其實好困難，好難去諗得到，係咪？即係好點樣啊？我已經係住劏房咯，我都仲需要去諗，我都仲諗我自己好富足。Freeman，你係咪搞錯咗啲嘢啊？其實啱嘅，我都明大家嘅意思，我都明白呢個嘅諗法嘅。但係我哋可以將呢一個富足嘅感覺去放喺一個無形資產上邊。點樣放喺無形資產上邊啊？例如我哋咁講，喺我哋腦裏邊描繪咗一個畫面。呢個畫面，我嘅畫面係我嘅家人，可能你哋嘅畫面就係你哋嘅女朋友、你哋嘅男朋友，可能你哋嘅畫面就會係你哋嘅爸爸媽媽，係咪？等等。咁將呢個畫面放喺我哋嘅腦海上邊，甚至乎放喺我哋嘅意識上邊嘅環境，能唔能夠可以用100萬美金、200萬美金去買咗佢？唔可以。但係你擁有咗而家呢一個嘅家庭上面，富唔富足？你開唔開心？你興唔興奮？呢一樣嘢就係已經令到我好富足嘅一個感覺。錢唔夠，負面情緒減少。哪怕你錢唔夠，負面情緒減少，就會有騰出空間，令到自己嘅正能量提升，令到自己嘅能量提升，令到自己將有形同無形嘅富足表現出嚟。呢一個就會可以令到你擁有買不到的資產。你擁有無窮無盡、使不盡的資產財產。咁咧，當我哋喺思緒上放鬆嘅時候，提升到我哋嘅肯定，感情亦都係正面而去積極嘅情況之下咧，所有嘅問題已經唔再係問題，因為我已經富足啦嘛，因為我已經豐盛，我都唔會再有問題。呢一個就係能夠令到我哋喺有形資產上邊不足嘅情況下，可以更加感受到我哋其實好富足，我哋其實好豐盛，好擁有好多嘅嘢，令到大腦自動去尋找用不盡嘅財產。咁當你久而久之呢個成為咗一個習慣嘅時候，你提升吸引金錢機率一定會比帶負面情緒嘅人更多更好。容易方法，好似當我哋向宇宙下訂單，我哋需要做啲乜嘢？我哋需要行動，我哋需要好細節地描繪出嚟之後，我哋需要下訂單之後，我哋需要行動。我哋嘅工作又好啦，我哋去嚟實行我哋嘅目標又好啦，呢一個係必然要做嘅嘢。但係當我做嘅時候，我哋無需要諗，因為我要富足，因為我要豐盛，所以我做。唔係，係因為我本身已經做開呢樣嘢，所以係要放低。最後，當你擁有富足，當你擁有財富嘅時候，呢張訂單嘅實現未必係你諗嗰種嘅方法俾你，有不同嘅角度，你會收到呢個資訊，你會收到呢一個目標實現出嚟俾你。呢一個就係喺我近呢2-3年咧，
會見到一個事情，包括我對我自己嘅實踐啦，包括咗我將呢個信息傳遞俾我身邊嘅朋友，佢哋嘅實現咗啦。咁呢一個係我帶來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好感恩。咁今日呢，我哋講緊呢個嘅你擁有無窮無盡嘅財產，你擁有用之不盡嘅金錢呢一個 topic 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 channel， 麻煩大家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 我嘅 channel， 亦都撳咗個鐘仔，當我有新片嘅時候就馬上收到信息，好冇？多謝晒，拜拜。